上課了，是藝、數學、英文、電腦、普通話，還有上音樂課，唱唱喜愛的歌曲。叮當叮，小息到了，快跑去買魚仔餅、cupcake、麵包，美味無比哦！我要參加興趣班，田徑入乒乓球校隊，還可結識新朋友。小學生活多姿多彩，期待上小學的喜悅，快樂成長。